嚟嘅咧？好，表演陳舒淇。陳露。好，兩隻手。喂，你過嚟先得㗎嘛？咦，點解有隻蝸牛嘅？哇，仲有第二隻、第三隻。原來係隧道嚟嘅喎，有3隻蝸牛玩喎，一隻就陳舒淇，一隻 Lucy， 一隻豬豬。嗱，睇下先，個隧道已經冧咗一條啦。一隻3隻狗狗。哇！呢個你上鏡啊？豬豬 Lucy， 跟住嗰隻係 Doris。嘉怡爸說奇怪，會這樣。有嘢食啊？喂！好啦，而家搭翻個隧道，再捐過啦。好嗱，第一隻狗狗已經入咗去啦，跟住之後有2隻跟住。他們乜嘢嚟就捐咗入去陳舒淇個房㗎啦。